大家好，我是面壁先生。今日开始前，先带大家向下来做一下暖身运动。好，开始前先准备瑜伽垫，好，用到踢奶风。先起到瑜伽垫顺空，双手往下延伸，好，感受一下我们的大腿后侧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双手支撑地面，好，向前行到你的手臂垂直地面，都要停一下，张行转来。好，要是动作有没有像毛毛虫？很多毛毛虫运动哦。好，来先准备做踢一下，好，翻下来，向前行，好，停一下，行转来。好，踢3度。继续哦，停下，行转来，好，最后一下，停下，行转来，好，踢你咋动作是弓箭步，好，那先右脚往前踏，好，那我们的右脚脚跟贴着地面，双手呢站起来，好，站到跳拿档高，先向我们的左片延伸，右片延伸，好，弯片，左脚站起来，双手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这样转来，继续，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。好，转来，左脚，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右脚，双手站起来，要记得搭配你的呼吸。好，换左脚，好，双手站起来的同时，好，我们的呼吸做吸气。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右脚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左脚，好，最后一下，撑住哦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大家做动好哦，接下来同来向下做躺下运动。今日嘅训练动作是上肢训练。好，那在预备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会先准备一张椅子，好，总垫呢。那这个椅子的4个脚呢，要稳固在地面上，好，不能有轮子的。那再来我们的椅背呢，要有椅背，这样子会对我们的安全比较有帮助。那第2个呢，我们要准备2个水瓶，好，那这个水瓶要装满水，好，这样才有足够的重量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1个动作。好，那第1个动作呢，我们会坐在椅子上，好，坐到椅子的1/2或是1/3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双脚呢踏稳地面，好，脚切条呈现90度，好，呈现90度的位置。那我们先拿1个水瓶，好，来一罐水瓶，好，用到样柄前面。好，那我们的双手呢，掌心相对，好，到这个位置，好，这个是预备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往上推的时候呢，做吐气，好，到我们的手肘伸直，再下来，这个时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做吸气的动作。好，那这个动作会运用到我们的肩膀，肩条跟力量，好，所以你往上推的时候呢，应该要感觉我们的肩膀有在出力。好，那下放的时候呢，缓慢的下放，好，做吸气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第2个是我们的上半身，好 ，boy no 出力，好，不要变成我们的上半身驼背，好，这个不行，不能出现。我们上半身要挺直，好，挺直，好，维持我们的稳定。好，那准备，好，拿一个水瓶，好，拿1个就好了。
好，那准备开始，吐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往上吐气，下来吸气，9、10。好，大家做懂后哦。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往上推，啊，尽量我们的竖气条伸直，好，往上伸直，再慢慢往下放。好，那我们往上推的时候呢，往上推直，可以做一下停留1秒钟，好，再下来慢慢往下放。好，那记得我们的上半身好要挺直，好，维持稳定，双脚踩稳地面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，好，水平，正劈，回式，1、2、3，好，记得搭配我们的呼吸，吐气，吸气，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9、10，好，大家做懂后哦。好，那第2个动作呢，我们会需要用到2个水平。好，那我们的双手呢握在我们水平的中间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呢手肘会往外打开，好，呈现 W 的动作，好，英文字母 W 的动作。那上半身一样挺直，双脚踩稳地面。好，到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预备动作。那开始之后呢，请你把双手往上推直，好，送到头拿蛋糕，好，让不用下来，轻轻的不用，好，不用到预备动作的位置，好，这样算1下，一样我们要进行10下2组的训练。好，准备，回式，1，轻轻的不用，2、3、4、5、6，加油哦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做到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往上推的时候呢，要感受一下我们的肩膀，好 ，and then 肩条会出力，好，尤其是往上推的时候，好，要记得。那我们往上推，推直，好，双手推直到手肘伸直，好，但不要完全打直，好，微弯接近伸直就可以了，好，到这个位置，感觉到我们的肩膀、肩条有出力，这样轻轻的，不用下来，好，不用到预备动作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第2组的训练。好，正劈动作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上推吐气，5、6，下放做吸气，7、8、9，加油哦！10，好，大家做到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第2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。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3个动作。那第3个动作呢，一样我们会运用到2个水平。好，那2个水平，请你掌心朝向自己，好，朝向自己的位置，手背朝前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做上举的动作。好，上举的时候呢，一样做吐气，好，把我们的水平，好，双手同时把我们的水平往上举，好，要举到哪个高度呢？不能超过我们的肩膀，好，尽量不要超过我们的肩膀。所以吐气往上举，
好，往斜前方，好，往斜前方，不要完全往侧边，往斜前方的位置，好，往上举，举到大约跟 Gentle 的位置高度一样，之后就做下放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做准批通奏，准批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大家做动后哦。好，那记得我们在往上抬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往上抬，手肘微弯，啊，接近伸直的位置，好，微弯接近伸直的位置，往上举，啊，举到我们的大约肩膀的高度，好，不要举太高，不要超过肩膀，举到肩膀的高度就可以了。好，再缓慢的往下放 ，OK。那我们肩膀要感觉在出力哦，好 ，and then gentle 会出力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的训练。好，都准批通奏。好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，加油哦！6，听听啊，不用哈了。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做到动好哦，分七个答数。好，今日嘅训练都要结束，记得补充水分，喝一下水哦。今日嘅训练通奏很多上肢水平训练，可是之前先准备一种垫呢。那这个椅子的椅脚呢，必须要稳固在地面上，好，那要有椅背。啊，对，才会对我们的安全比较有帮助。那我们的第2个道具呢，就是2个水瓶啊。那这个水瓶呢要装满水啊，如果没有装满水的话，这个里面的水会左右这样晃动啊，会增加我们的不稳定性。所以记得水瓶要装满水。好，那我们第1个动作呢，走下来，啊，走到垫的方。那我们椅子不要坐滿，坐到1/2或是1/3的位置。那双手呢拿水瓶，好，那预备动作呢，上半身挺直，好，关于拢出力，好，那我们的双脚踩稳地面，好，右膝头可以呈现90度的位置。那双手手持水瓶，掌心先朝向自己，好，那手肘弯曲，好，这个是预备动作，好，那开始之后呢？请你把双手向外旋转，向外旋转的同时呢，往上推，推直，好，这样不用下来，轻轻的不用，好，这样算1下，好，那这个动作呢叫做阿诺肩推，那是跟阿诺施瓦辛格有关系啊，因为这个动作呢是由他先来进行的，所以我们叫阿诺肩推。好，那准备，准批，好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9、10，好，大家做动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动作过程当中呢，记得去感觉一下我们的 gentle 会出力嘛，啊 gentle 会出力。那往上推的时候，搭配我们的呼吸，做吐气的动作。好，下来听听的不用做吸气的动作。好，回到我们的预备位置。好，那我们上半身一样要维持挺胸，啊，不会拢出力，啊，双脚踩稳地面，提
供我们身体稳定性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，好，准批通奏，回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黑卡做了动后哦。好，那我们第1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。那准备进入到第2个动作。那第2个动作呢，一样会用到我们的2个水平。好，2个水平。那预备动作呢，一样双脚踩稳地面，上半身拨弄出力，好，挺直。那双手手持水平的时候呢，请你把掌心朝向前方，啊，手肘伸直，啊，这个是预备动作。那等下动作过程当中，请你把双手竖起跳，靠着我们的身体，啊，靠着我们的身体做固定的动作。好，那吐气的时候呢，请你做手肘弯曲，好，把水平靠近我们的身体，好，再听听啊，不用哈落。好，回到预备动作，好，这样子算1下，一样我们会进行10下的训练，进行2组。好，准皮，好，准皮通奏，回式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油哦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泰卡做动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动作过程记得我们的双手手肘要固定在我们的身体两侧，啊，不能因为往上举，我们的手肘就往前，啊，或是往后移动，啊，双手手肘要固定，啊，再来往上的时候呢，感觉一下我们的手臂，啊，手臂的肌肉要出力，啊，收缩到最短，好，再慢慢的往下放，啊，听听也不用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的训练，好，都准批通奏，回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泰卡做了动后哦。好，那我们第2组第二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3个动作。好，那第3个动作呢，我们的一样双手会手持水平。好，那先以没有拿水平来做示范。好，那我们双手手肘会往上抬，好，往上抬，并且先做往上伸直的动作。好，这是预备动作。那开始之后呢，请你把你的手肘固定，并且把水平往后放，往你的后脑勺放，手肘做弯曲的动作。吐气的时候呢，往前做伸直，伸直的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可以运用到我们的手臂肌肉，也就是你们的蝴蝶袖，蝴蝶袖的位置，可以训练到，可以告别我们的拜拜袖。好，那我们双手手持水平，好，进入到预备动作。好，双手往上，卡起来，好，竖起点固定。好，那手肘固定之后，开始水平往后放，吐气，1、2、3、4、5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太卡做了动后哦。好，那往上举的时候呢，可以感觉一下我们的手肘伸直，感觉一下我们的手臂啊，也就是蝴蝶袖的位置有没有在出力。好，停留一下1秒钟之后，再继续往下放，做下一下的训练。好，那记得我们的上半身挺直，好，维持稳定。那做的过程当中，记得我们的上半身不要太过于拱腰，好，我们维持我们的身体稳定。只有我们的前臂，就是我们的手臂、小手臂往后放的动作，好，再伸直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的训练。好，都准皮通走，顺撑，好，准皮，回式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哦！5、6、7、8、9，前後一度10。哦，不用下來，哦，睇下做到動好哦。好，坐地休息一下，補充水分，好，洗一下水，